继续关心昨昏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白心选罢法修正案，也让昨在民进党团透早就去占领主席台，引起国民党立委不满，发生冲突。民进党的林楚英和国民党的王凤仪就互相伤害去检讨嘛，互相告对方伤害。昨下晡主席是宣布要换会议室开会，也毋过是阁引起争议，尾啊宣布休困，拢无进度。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搁一摆白心选罢法修正案，民进党团透早抢攻主席台抵制，引起国民党立委不满，朝野爆发激烈肢体冲突，也受伤忌讳。林楚英甲王凤仪就安尼先后甲北检互告伤害。画面中是黄捷委员。南党团搁较调出监事会面指控，立委黄捷伫透早就找人违法开设卡会，立法院长韩国瑜答应会彻查，伊伫无出现的内政委员会调会各经锁门，下昼突然以手写的字条宣布换会议室开会，搁引起混战，各经这当发休困。朝野会一直争论，都是因为设备内政委员会议程中，除掉南委柯武经提出有争议性的提悬选罢法门槛版本，白心立委吴秉瑞提出，也毋过已经提出特案的罢免电视爱护身份证法政日期版本。民众党是希望由立委白玉珍代表提出罢免提起人、连署人应付身份证影本的修正动议。民进党团批评若被修法，会互罢免连署增加难度，变相提掉人民的罢免权。必须让联署过程严谨，避免罢免变成政治动员的工具。我们依然会依法来持续的进行，绝对不让这些幽灵人口成为民进党的人头，肆意的罢免在野党的县市长或是国会议员。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在程序委员会明天也会提出他们相关的法案，最主要就是要用身份证来卡式。而后有关于要修宪办法，民进党党团在这里宣告决一不妥协。对于选罢法修法，朝野都无变样，正会继续摊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